儲蓄保險話術我哋就聽得多啦，招募話術你又識幾多呢？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新人可能會俾人氹入行嘅，可能會聽過嘅講法。底薪就係一個最常聽到嘅話術，例如話你而家加入咧，其實就算冇業績都唔緊要嘅，我哋有底薪俾你。你都係一個自僱人士，佢俾你嘅所謂底薪，基於你有良好嘅業績，再去額外俾你嘅獎勵，就絕對唔係一個底薪，因為你必須達到相應嘅業績。好啦，第二個所謂嘅話術咧，就係話會派 lead，佢同你講話會派一啲潛在客戶嘅聯絡方式。簡單嚟講就係8個阿拉伯數字。我會覺得如果佢冇相當嘅購買意欲咧，我打過去就整其實係 spam，即係騷擾緊佢嘅啫。第三個嘅話術啦，就係話一個可以複製嘅系統係啦。咁而呢個所謂嘅系統咧，就係 Instagram 啦。咁呢一啲 Instagram account 咧有一個好大嘅特徵就係匿名。咁當然啦，佢入邊講嘅嘢咧係絕對唔符合合規部嘅要求嘅，而且佢講嘅嘢咧亦都有唔少係失實啦。點解我會叫佢做一個話術嘅原因咧，就有2點嘅。第一點就係點解你會覺得你自己同你個 boss 做一個近乎一模一樣嘅 Instagram account 係可以收穫到同佢一樣嘅成功咧？第二個疑點咧就係呢個所謂嘅可複製嘅系統當中都會涉及到極大嘅廣告成本。咁所以咧，究竟呢一樣嘢係咪咁容易同埋咁可複製咧？我根本就唔同意呢一個講法。講最後一樣就係做保險要做咩啊？做數同埋招人，招人你就可以升經理，升完經理就會有 override，無限代嘅招募都有 override，但我就坐享其成。不過咧，呢個保險行業有一句好出名嘅説話叫做咩呢？人山人海，冇錢落袋。呢個係好真實地發生嘅。以上關於話術所有討論咧都已經完咗，而家咧反而係去到呢2大陣營嘅討論啦，就係究竟一個細公司入邊好似一個師徒關係 one on one 咁樣樣去度身訂造，教你點樣樣去成為一個好嘅業務員啦，定係你會 prefer 呢一種好大學色彩跟住好上堂軍訓式嘅一個 model 咧？呢度就你要自己選擇啦。我自己 Adriana 都相信買者自決啦。如果希望加入我同埋 Banco 嘅團隊嘅話咧，記住 WhatsApp 我呢個電話。咁啊，希望你中意我哋呢條好長嘅影片啦。如果中意嘅話咧，記住多多支持 subscribe。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